开始拔吗？拔萝卜了。从这边开始吧。这个很有趣。这个萝卜总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。哇，这个好像 aliene 一样。你看这个。哇，好肥！真大。来了，questo。怪怪的，怪。真的好像精神一样。这个长在比较旁边的就比较小。哇！